我主上帝。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我主上帝。 接咱去天家，快乐无害。我要先虔诚、谦卑为乐来敬拜。我要来报扬上主，我的主啊，你真正是伟大。这时，咱搁来唱第2节，真奥了解。第2节。 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 主耶稣。
章第6到第7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他所赐的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阿们。最后我们唱400首，愿主临来，甲你同在。这首歌咱要唱3遍，上尾1遍咱用较慢的速度，咱细声的来唱，咱连续唱3遍。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为正午。感谢主，咱这是3角来祈祷。感谢主，主啊，是的，阮不是靠着阮家己，是靠着你大宽容，靠着你圣神的能力，求你今仔日高牧苏牧师的嘴，帮助阮的师会。一切拢伫圣神的传领中，你的圣神的大阳光甲阮伫地，阮要对阮中间拄起袂使下面的灵，袂使要去指责别人的灵，求你就除去一切的绳索，斩断一切的恶，使我们的心神不受搅扰，保守我们，帮助阮，互阮会使伫你的内底得到真正的平安。幽暗会变作真正的光明，安尼祈祷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平安，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
我会心心静静，专心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只有伊是保护我的石盘，我的拯救。伊是我的堡垒，我拢袂动摇。请三个来吟诗学老上帝，信诗第27首，我主上帝。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真侪，请阮同心压头来祈祷。现在，阮的阿爸爸上帝，你是万军的统帅，你的荣光充满全地。感谢你保守阮平安度过顶礼拜，享受你一切创造的美好。感谢你伫今日组织阮来到教会，齐声敬拜阿老，享受这上好的恩典甲福分。上主啊，阮要专心感谢你，阮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作为，阮要因为你欢喜快乐。至关的上帝啊，阮要称赞你的名。主啊，主爱的人，你用主爱对待伊；顺全的人，你用顺全对待伊；清气的人，你用清气对待伊；毋过奸诈的人，你用冤屈对待伊。啥人会知影家己的错误？求你赦免阮无意中犯的过失，但求你怜悯阮，听阮的祈祷，
上主啊，求你毋通受气责备我，毋通发大气责备我。求你保守你的仆人，无互伊故意犯罪。求你毋通互永远罪恶管辖阮，阮就诚做无通指责的人，袂犯重罪。主啊，求你帮助阮，无趁歹人的计谋，无行罪人的路，无坐放毒者的位。求你因为你的慈爱拯救阮，上帝啊，求你保护阮，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你是保护阮的盾牌，阮的灵光，你互阮的头壳会举起来。求你保护阮，亲像保护目睭人，遮看阮伫你的实下。阮倚靠你的慈爱，阮的心因为你的拯救快乐。阮要唱歌称赞上主，因为伊用丰盛的恩典对待阮。阮要因为上主的公义感谢伊。阮要称赞上主，指冠上主的名。你会指示阮活命的道路，伫你面前，阮有满满的欢喜；伫你正面，阮有永远的快乐。求信心这时阵伫阮中间，帮助阮会当通过牧师的讲道，来了解圣经的道理。阮将今仔日的聚会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来带领。阮阿里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三个来交读启示文第28篇，也就是诗篇118篇。我来替兄弟来译。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亚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去厝师傅器材足。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请三个来恭守上帝的话。今日伫圣经伫马可福音第1章第14节到15节。约翰受了后，耶稣去加利利宣扬上帝福音，讲：时机到啊，上帝国得要实现啦，着悔改，信福音。约翰被关进监狱以后，耶稣到加利利去宣讲上帝的福音。他说：时机成熟了，上帝的国快实现了，你们要悔改，信从福音。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的人。这是要请联合诗班来学罗上帝，所要引的诗歌是耶稣做的咱牧者。
这是要请苏正才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福音的信息。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福音的信息，拄仔咱读的圣经马可福音书，其实就是彼得福音，因为是上瓦近耶稣的彼得所传上重要的徒弟，彼得的徒弟马可所写出来第一手的资料。今仔咱所读的圣经记载，加西了约翰和希律王关于感觉了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扬上帝的福音。唔知会当甲我的 PPT 放一下无？多谢。伫这段短短2节圣经中间，出现三个真重要的字。这三个字句就是咱基督教上重要的教义。上帝的福音，就悔改，就爱信。什么是上帝的福音？兄弟姊妹，咱定下咧听着讲传福音，什么是福音？我记得真侪当前，咱讲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好消息。我要带一个短宣队，福音队去甲金山，迄个乡头去教会报道。迄暗有报道会，所以早起我就印一张传单，这传单顶面叫做好消息，好消息，就去菜市一直分，看到人分，好消息，好消息，永暗伫教会报道会，有一个老姊妹咧卖菜，看到我咧分单摕着了，伊也无看，伊就甲问讲，你一瓶是要偌济钱啦？伊讲你一瓶是要卖偌济钱啦？我才知讲，伊误会啊！伊想讲我是咧卖厝的因为可能迄阵伫金山，真侪人去换厝咧卖。对即个富人人来讲，一世人咧卖菜，欠长内多趁钱，就是买一栋较好的厝啦。所以福音对伊来讲是啥物？即日当前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团体来台湾，因嘛要讲要传福音，总是人甲伊讲台湾教会足济四界拢咧传福音。恁会通去做啥代志？去做啥物代志呢？就是甲圣经的圣经节，甲印伫所有的电火条顶面。兄弟姊妹，你毋知会记得无？但是记得一站时间伫咱台湾四界电火条顶面拢有圣经节，圣经节。所以你去甲山区的所在，去甲每一个所在拢有圣经节。所以有人讲伫山区咧驶车，拄要登越上危险的所在，看到电火条写啥物？天国军对伊来讲，这敢是福音。兄弟姊妹，当时咱讲要传福音，教会甲传教者所传的，毋是人真正爱的福音，毋是人真正爱的福音。我毋知你捌看过一张无？信耶稣会当得到永远活，伊讲信耶稣会当得什么？黑暗心凉什么是真正的福音？是讲，咱定咧讲上帝福音是啥物？耶稣讲伊来要传上帝福音，那呢？什么是上帝的福音？教会毋通对这个世界无福音。我知影一间教会因为这个产权的问题甲出面隔壁教会出面隔壁你告诉，你告诉，甲10几户的这个公务的人拢对立。所以这公务的人4月就去检举教会，因为教会伫公务内底是无合法。所以礼拜日的时，就甲恁敲电话去检举。环保局就来，因为教会咧唱歌、弹琴咧广告足大声。牧师就讲即马来较细声咧窗门关起来即间教会对即个社区敢有福音啊？有啥物音？噪音即马这讲做即个世代真严重的问题。那咧，什么是福音？耶稣讲伊来要传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我家己个人做牧师做一世人，我的感受有5项。什么是上帝福音？头一个，上帝福音是充满真理的福音。伫耶稣还未来到这世界以前，以色列人是活伫宗教的世界，总是人伫宗教中找袂到上帝。
传统的犹太教，咱叫做耶和华宗教，变做教条主义。因为宗教领袖这时头经学师严重扭曲人对上帝的敬拜方式，甲信仰真正的精神。所以，迄个宗教，但是人找袂着上帝啦。人虽然活伫宗教中间，找袂着上帝。所以有人咧传话讲伫400当的中间，什么是400当？兄弟姊妹，就是咱旧约上尾一本的圣经叫马利基，新约头一本叫做马太。其实这中间有400当，历史是长去的，历史是长去。咱改革中咱的教会，咱中间无这段圣经，敢若伫天主教才有。所以神学家咧讲，伫犹太人这400当中间无先知，无启示，无上帝声会出现。所以人活伫绝望、受压迫的黑暗中间。所以当耶稣来时，是带来真理对上帝来的福音。通过伊，人才有可能亲近上帝。所以有可能人伫教会中间，咱兄弟姊妹，咱找袂到上帝真正的福音。拄啊，亲像今仔日文明的台湾人共款，咱四界拢有神明，四界拢有庙啊，通拜就好。咱都无管伊这个是什么神。所以华人的世界流传讲，若有公啦吼，公的甲无的公就是好的。兄弟姊妹，你知影咱台湾人讲天顶有啥物公？天公，涂骹咧，土地公，石头有石头公，树啊有树公，灶有灶魂公，灶就是迄个灶骹吼，咱迄个灶，较早阮拢爱拜拜，细汉的时阵灶顶悬爱用香嚟啊拜。台湾人嘛拜蒋公，真正有迄个蒋公庙，有2间，台湾有2间蒋公庙，我讲笑讲厝的碗公，我讲过一个什么公足歹服侍的，老公啦，煮迄也唔好，食迄项也唔好，迄叫做老公。所以咱乌兰拜，台湾是世界神上济庙啊上济的所在，连佛道不分啦，佛教甲道教嘛分袂清楚。一贯道伊讲五教当元，一贯道嘛咧拜耶稣，一贯道道亲嘛咧读圣经呢。你咱可能拢唔知影，但是因乱解说一通。兄弟姊妹，咱感谢上帝，耶稣真清楚讲，伊来是要传上帝的福音。耶稣真清楚讲，这个上帝的福音是真理的福音。耶稣安尼讲，我就是真理，活命若无照着我，无人会当到白遐去。所以耶稣传是第一手的福音，是真正对上帝来真理的福音，也是今仔日兄弟姊妹咱通亲身挖靠的福音。第二项，耶稣要传的是充满五望的福音，上帝所托付咱的是充满五望的福音。伫耶稣迄个时代，社会充满无公义的制度，外口有罗马政权的统治欺压，有战争、有饥荒，宗教制度的堕落，种种的痛苦，互人失去五望。所以当时的人唔拿期待政权的改变，佮赶紧甲咧罗马政权甲推翻掉，人就幸福。因唔拿期待这，因信仰上期待所应允的弥赛亚赶紧来。所以咱今仔读个圣经讲日期近啦，上帝的国瓦近啦，日期满，上帝的国近啦。所以上帝的福音是要互人带来五望的福音，带来盼望的福音。基督教福音传到中南美洲的时阵，出现一个讨棒神学，咱叫做解放神学吼。因为迄个时代真济神父因甲福音传到中南美洲的时阵，当一个人要快要死、受压迫、真苦痛的时阵，你敢若讲你来信耶稣，你就会上天堂。因感觉安尼无够，真正的福音是互人伫这个社会会改变。经济的进步，人有面包通食，袂枵死。所以真正福音，今仔兄弟姊妹，咱所传的福音，若袂当互人有处境的改变，若袂当互人的生命得到影响，若袂当互人有一个新的机会，也是讲将来幸福的五望，迄个毋是真正的福音，迄个毋是真正的福音。
第三，耶稣所要传的对上帝来福音是赐平安的福音。平安当然是上帝所赏赐，但是兄弟姊妹，有当时上帝所赐的平安，是咱对信仰的经历、一项的生活的精进，我靠，一世人咱渐渐才会得到的，毋是一寡小确幸啦。小确幸就讲一点点仔小福气啦，小小的福气啦。有当时啊，亲像讲咱要来做礼拜找无停车位咱伫官府路感觉说啊，祈祷上帝啊，你著互我有停车拄有一个人车驶出去好佳哉，我感谢主啊，我车著停落停落对伊来讲，伊感觉福音，但是后壁足侪人拢找无停车位迄叫小确幸。咱的信仰毋是要求这种一点点的福气。什么是真正的天堂？真正的平安？我毋知兄弟姊妹你会体会到。我记我读新学院的时，拄特别读新学院时，有一个同班的同学，伊毋是老师伊是台大学毕业的。伊讲同学啊，恁哪知咱的信仰的天堂有三种，有三种的天堂：天顶的天堂、心内的天堂、地上的天堂。天顶的天堂是甚么？是圣经所应允。未来人拢要去的所在，看袂到咱所期待的天堂，伫天顶的天堂。心内的天堂是甚么？就是耶稣所讲的天堂，就伫恁的心啦。所以，这个天堂毋是你去到一个处境，去到一个所在会得到。毋是讲台湾要受苦要战争，我走到纽西兰，走到瑞士，走到加拿大，我就变住伫天堂内底啦。天堂伫你心内是讲，这个天堂会当住咧走。你去到任何一个所在，有耶稣基督甲你三角伫地，你心内有一款的信，你就是住伫天堂内底。地上的天堂是什么？地上的天堂就亲像耶稣所教示咱的祈祷文，讲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对，即就伫天里啦。所以地上的天堂是人会当创造，人会当努力牺牲来起造伫地里，体验伫上帝国的生活啦。共一个家庭内底，咱若脾气遮歹。咱可能，互咱的囡仔拢无爱倒来厝，伊就感觉迄个厝是地狱啦，迄毋是天堂啊。兄弟姊妹，会通过咱的拍拼，会通互咱的家庭，互咱的夫妇的关系，互咱的教会，互咱踮的所在，成做地上的天堂。人是罪人，伫咱的内心充满一个贪心、怨妒、怨愤、骄傲的罪。总是当耶稣基督来到咱的活命、享受快乐甲稳定，互咱通对付迄个罪的捆绑、不满，互咱刷开一对人的迄个怨愤的时阵，咱才有真正的平安。平安毋是嘴咧讲，坐伫礼拜堂就平安。平安是爱亲像做耶稣基督学生，进入迄个真正的上帝国内底。你才有真正平安的福音。第四项，上帝福音是种充满应允的福音。咱伫这个世间，真侪民间宗教、世界宗教，拢是功利式的宗教行为。功利式的宗教行为，就是讲，有用功啊，有拜才有保庇，无拜你也无限制这个神明就无介意你，无拜无欢喜你。总是兄弟姊妹，咱毋通袂记咱所信的上帝。伊本身无欠什么啦，上帝无需要人为着伊献东献西，也是讲为着伊来雕刻一个插头红啊，也是金的做的物件，来制作什么，互伊成做一个神啦，成做一个神啦。我细汉的时阵才歹幼稚我妈妈生5个查甫的，4、3个去所以我细汉身躯歹。妈妈足烦恼的，出去爬壁就甲伊讲你爱甲你的囝甲这个阿财，就是我啦带去一个神明做客囝，这个神明叫七娘妈，是一个查某神
女神啦吼，伊专门咧保庇即个囡仔好药吃啦，你着爱带伊去做家囝。我妈妈因为听我，所以无法度就真正甲带我去，互伊做家囝去甲拜。迄个神明，我着甲拜伊做客母干妈吼。但是即个因讲，毋是干那去拜就好啦，你爱献互干妈礼物。所以，阮妈妈就拍一条金破链，去挂伫迄个神明青牛妈，阮干妈的迄颔棍顶悬。即个干妈就想事一个物件互我，就是一个平安符。我就挂伫身躯。迄平安符是用布做的，你捌看过无？平安符挂伫遮好药吃啊！咱即摆伫客定车司机头前迄个囝有当时伊会看一个平安符，迄就是伊去庙买来，去庙寺拜买来的平安符啦。所以，阮妈妈拍金仔去，阮干妈互我这个布的，你看啥物人趁着？当然是干妈啊！所以收过一个客囝愈欢喜啊！当然后来我有平安真大汉起来毋是因为这个干妈啦。即摆你会记，基督徒咱的献心、献咱的性命、献金钱，毋是讲为着要得到一个果啦。上帝爱人来伊认捌伊归属伊，伊就将所应允的福气甲稳定赏赐伫信伊名的人。拄啊，亲像约翰福音书第1章12节所讲，既然接待伊的人就是信伊名的人，伊就赐因权柄做上帝的囝儿。既然接待伊，对心来接待伊，信伊名的人。而且无讲咱都爱献金啦，献金条啦，这是一种无条件应允甲祝福，这是一种超发的听，毋是遐尼即满咱做啥物善事，做啥物功德，咱献啥物，上帝才要听咱，因为咱信，我可以了解伊伫咱生命中的业力，咱欢喜到伊的面头前来，上帝欢喜咱来就近伊，信可以。这款永远袂改变、充满应允的福音，也是咱所信的福音。第5项，上帝的福音是永远活的福音，因为咱知影永远活是人类共同的难题甲条件。因为咱知影咱的肉体活命实在短暂佮脆弱，但是咱人佮甲动物无共款，咱袂当否定人有对创造者来迄个高贵的思想。甲迄个被朽坏的灵魂的存在，所以耶稣来所宣传上帝福音，也是带来一种永远活福音。迄个甲人讲什么？迄个甲人讲，人肉体死亡，毋是生命完全的结束，人有永远活。如果耶稣无讲白贼，人的灵魂是袂死的。总有一日，咱每一个信靠伊的人，咱要面对上帝，咱来接受永远活的事实。伫约翰福音书第6章记载讲，有一届耶稣讲东讲西讲过一大堆，讲要食人的肉、啉人的血，大家感觉真了疑，真侪人对耶稣的人就拢离开去。耶稣回头问这12个学生讲：恁也要去？你们也要去吗？恁也要走啊？彼得回答耶稣讲：主啊，你有永远活，我们要军队几追啊？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从谁呢？我们对谁啦？现在今晚我唔知你对谁啦？你甲什么人较近我？伫这个世界吼，你甲什么人做伙最重要？做伙最重要。咱有甲人做伙拍球，咱叫什么友？球友。做伙啉酒的，酒友。做伙拍牌的，牌友。做伙破病的。”朋友，你要较爱笑。我捌一个姊妹哦，我甲伊说咧，一个姊妹哦，得癌症过身进前哦，逐间病院拢去，逐间病院的安宁病房拢住哦。伊去住倒一间病房，甲伊困隔壁的人就信主了。真啊，伊的足生命迄个见证力哦，真震撼别人哦。初信的姊妹哦，后来上帝嘛是该接伊，但是迄个个别礼拜是应邀的个别礼拜，因为带这些人信主，迄叫做病友。做伙来教会叫什么友？会友，
教友啦，咱讲做教友，毋是迄个教会的教，是叫计程车的教。我还记得阮牧师娘，阮阿咧牧会时阵，阮牧师娘有一项真重要工课，拜六就开始电话摕起来，一直敲，一直敲。牧师姐啊，明仔礼拜日啦哦，啊哈，礼拜日啦哦，啊你就爱来做礼拜啊，好啦好啦，迄叫做教友，有教才会来兄弟姊妹，这世界咱甲这些人拢有关系，做朋友啦。这个人检测会互咱好业，互咱有权利，互咱享受，互咱短暂的快乐。总是独独耶稣基督才会享受咱永远的活命啦。所以你要真清楚，到底你在想什么？你在操作什么？什么是永远活永生的福音？我家己个人的体会，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永远无甲上帝分开啦。人若信靠耶稣基督，就是甲上帝好好，即时即个所在就踮伫上帝国内底啦。Now and here。即时即个时阵，你就踮伫上帝国内底，有一日当咱断开，咱就落体结束时，咱要快要进入迄个永远的天堂、永远的世界。所以对咱基督徒来讲，无论生甲死，永远踮伫上帝的国度内底，上帝随时甲咱三角地底，永远无分开。这才是真正的永远活，毋是讲咱要死才来信耶稣啦。第二项永远活，就是咱的罪得到赦免。咱的罪若无得到赦免，咱永远活伫罪中间。所以使徒保罗伫有所书第1章第70节讲，因为基督的死，咱得到自由，咱的罪得到赦免，这是出自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所以咱咧确信伫2000当前，伫各个他十字架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救恩。上帝已经通过耶稣的流血牺牲来完成对咱以及咱所有的人的救赎的工课，所以你要经验迄种罪得到讨放、得到赦免的新的活命。第三，永远活是咱的生命已经改变。拄啊，我咧讲迄个约翰福音第6章迄个故事，逐个人拢离开，逐个人拢无爱对耶稣。是咱学生继续要对耶稣，咱来想，是咱是因为因真正明白了解耶稣咧讲什么，因真正知影讲耶稣要互因什么，所以伊的生命互耶稣所感动啦。我来对耶稣，互这个人所感动，这个人所改变。所以像你即摆一个无改变的活命。是袂当承受上帝的国度啦，因为我是你的活命一定改变，你才我都进入上帝的国度。第四项，因为我是咱有安全的保障，安全的保障，因为信耶稣对耶稣这种信仰有完全的信靠甲顺服，无有人会当对咱的性命来抢夺。咱因为神所得到的平安，咱对顶头先认捌资了，咱就无搁生活伫惊吓甲失望中间。毋是讲你有去买500万、1000万的保障啊，是你真正的完全的信靠。伫今日所读这段圣经第2项真重要基督教信息咧，讲悔改。悔改就是原文的意思是讲改变心意。改变心意啦，所以伊毋是毋知影讲伊做毋对，伊改，伊会回头。今仔日咱所怨恨，也是讲咱所计较，毋是人的本身，是因为温从伫咱的生命中间有一种的歹，这种的歹致到咱去做咱所无爱做。所以伫罗马书第7章18节到20节讲得真清楚，伊讲立志由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了。伫咱的生命拢有一种的拉扯，扭来扭去。有当时迄个罪爱咱去做较毋好的代志，有当时圣神催逼咱，催逼咱去做迄个好的代志，做好的代志。保罗甲恁讲什么？伊讲世间人拢犯罪，亏欠上帝的荣耀。这个就是因为爱的路园亚当甲夏娃坠落的事件，
这个事件嘛，成做人甲上帝隔离的一个气温，吼。所以圣经人讲无惊好，连一个拢无，连一个拢无，吼。所以使徒保罗咧解说迄个罪，吼，解说的罪，伊讲亚当的罪性遗传互咱的祖宗，咱的老祖宗了后。传到你我的身上啦，吼！像你们咱拢会想无，什么是原罪啦？吼，原罪这是一个人类学甲神学的研究的课题。吼，今仔通过 DNA 的研究，咱拢知影，咱的性命有真侪四大人，咱的祖先互咱的有好有歹啦，吼！啊，当然咱的个性，咱的长相啦，吼，咱甚至咱的破病，吼，咱的血型。吼，拢会通过这种的遗传，所以保罗咧讲迄个罪的代志，伊咧讲迄个原罪的代志，吼，伊讲死是对一人来，死人搁活嘛共款，伫亚当正人拢死共款，伫基督内底正人拢要搁活，正人拢要搁活，搁较重要，伊讲独独上帝。显明伊本身的疼痛，因为咱抑搁做罪的时阵，上帝的疼就伫遮显明啊！好，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咱是一个无完全的人，咱需要上帝的拯救，吼，上通基督成全上帝的疼，互咱甲上帝和好。这种一种的原罪，这是奥古斯丁后来咧讲的原罪，其实像你即嘛，咱的性命拢有迄个好甲歹，好甲歹，迄个遗传，DNA，咱歹脾气，讲话大声细声，充满遐唔好。我捌带福音队去云林县一个海边一个庄头做报道，要入去庄头迄个教会兄弟讲，中一甲讲，恁还较细哩，因为即庄头拢是一个海贼王，地成功有带真济海贼来，拢是因的后代你爱细哩，伊感觉讲，遮个人就是较早做歹，当然后来我去报道的时阵，一户一户去做个人报道，咁遮个人嘛真善良啊，真善良啊，我毋知影你即话你会感受讲，伫你的信仰中间。是毋是有迄个遗传的好甲歹啦？伫神学上咧讲一个笑的啦，讲有一个芝加哥有一个大盗，这是查甫的，做一世人拢死过骗，死过抢，就歹。有一个查某的大盗，甲伊共款的，两个互相欣赏，所以后来就结婚，成做翁仔某。总是因生一个囝了，这个囝出世了，迄个手拢定条，唔放开。后来有人甲伊变开，发现内底一骹手指啊！因为伊生出来对产道出来的时阵伊甲迄个三宝的手指都摸起是啊啦，伊咧解说因为因爸爸歹嘛，因爸爸罪人，因妈妈嘛罪人，所以伊更较歹，伊出世就歹。兄弟姊妹，你敢会出世就歹？咱的生命中间有足侪好甲歹啦，但是拢要通过好。甲歹，迄个咱要成就上帝的义，要成就上帝的救恩啦。咱的唔好，因为咱的悔改，要伫上帝的手，成做迄个良善、有意义的、有利益的啦。这是重点啦，毋是咱是好人啦，是因为咱有悔改嘛，咱有悔改。伫路加福音书。咧记载迄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睇你因为拢知影，这个故事上大的关键，伫这个圣经在内底讲，伊醒悟起来，圣经讲，于是起来往他父那里去了。伊讲伊悔改啦，伊伫遐甲伫遐咧抢食时，伊才想到伊的老爸，伊知影伊毋对了，伊较知影伊毋对。伊有真大的思考啦，真大思考。过去伊感觉我这世人的幸福，我的好，我的将来就是离开我的家庭，离开我的爸爸，往世界去，颠倒头的方向去。
我若去迄个世界，我都有幸福啊。总是后来伊知影伊毋对啊。圣经讲伊挖倒转回头转来创啊，转来老爸的怀抱内底，转来主爱父亲的怀抱内底。兄弟姊妹，一个真正基督徒，咱嘛是安尼。咱是互上帝听所包围，上帝听所感化、所改变、所定头生、所呼召，欢喜倒转来上帝怀抱的人。咱欢喜一世人尊叹上帝之意，因为安尼这款的信，欢喜尊叹上帝安尼行。咱常常拢会感觉讲是别人的罪、别人的错误，咱拢真少反省咱家己。咱家己袂记得讲，咱嘛是一个罪人，拢是别人的唔好。我今仔日安尼，都是因为娶到这款的太太。我是举一个例啦，我今仔日这个路，都是嫁到这款的翁。我今仔日安尼，都是阮爸爸，阮爸爸妈妈害啊。咱拢无受到我家己。今仔日我伫上帝的手，因为我的反悔，我的定头生，我的重新做人，我的悔改。我会讲做一款上帝水的见证，伫每一个所在。所以我要讲，一个无悔改、无改变的生命，是袂当承受上帝的国。下边即话你会记，袂记牧师今仔讲啥？你会记一句：无悔改的活命，袂当承受上帝的国度。第三，今仔这两节圣经上尾甲咱讲爱信上帝福音、上帝拯救、上帝所要享受的活命，遐是丰丰富富。你若无信，甲你无关系啊，对你无讲无关系啊。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讲：信是所仰望的事实，甲未看见的凭准啊，未见之事的凭据。所以信是你悔改进前。龙主因为相信伊的老爸是主爱，伊的老爸会接纳伊的，伊的老爸随时咧等待伊，伊才敢回头。所以兄弟姊妹，今仔咱因为圣经真理的显明，因为别人对咱的见证，咱来大声信有上帝，而且相信上帝听咱才会当找到上帝，咱才会当找到上帝。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讲世事无信就袂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就的确信伊有，也是报赏遐找伊的人。华严圣经，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识那寻求他的人。今日咱能找到上帝，不是讲有什么证据、什么研究、什么公式啊？是因为咱心底相信上帝的存在，然后咱欢喜搬过迄个信仰的门啊。阮台湾话讲做河顶啊，河顶华语讲做门槛。信仰有一个门槛，这个门槛是你爱跨过去的，无你永远你是伫外口行来行去啦，你甲上帝无关系啦。虽然你一个礼拜堂内底，你甲上帝无关系，你要行入迄个信仰的门，不管今仔你是挖滚上帝尔。启示是基督教信仰另外一个主题，照着已经存在的人、存在的事情、存在物件来甲咱启示上帝的真实。兄弟姊妹，当咱真实相信。通过这种启示，相信这个款的启示的时阵，咱才会当行入信仰迄个丰丰富富的世界，咱才会当找到迄个肉体目睭看袂到的上帝。祈求咱每一位今仔日拢因为信悔改，得到真正上帝的福音，同心来祈祷。主，你是阮的主，我的上帝，我要倚靠信靠你。通过这款的信，我们要得到真正的福音。这福音要为着阮的性命，为着阮的家庭带来改变。嘛要因为阮的这个社会的见证，阮的生活，为着这个世界带来愿望，带来改变。因为你是世界的主宰，人有限，人是罪人，总是阮活伫你的手中间。
祝福跟再去来到你面前每一个兄弟姊妹，因为信，愿通进入迄个信仰丰丰富富的世界。伫你面前感恩、恳求、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请大家来吟回应的诗，信诗131首，131首，人若拄着忧闷伤悲，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事献的同工。请起立吟奉献的诗。
阮伫天父阿爸爸，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侪侪的恩典，阮的智慧、阮的财富，甲侪侪的平安，拢是你所赏赐。只是献上淡薄仔的金钱，愿你感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报告大臣，请所务署有一项事项报告。下日即摆我来介绍一本册，这是我退休一冬前退休的时阵出版的一本册。参加我的退休礼拜兄弟，我拢送伊一本。剩的全部拢奉献到新德圣经学院。这本册主要是有3部分。叫舍我其谁叫舍我其谁这是汤吉科德的一个章有3部分，头一部分是我这几冬来伫真济教会对中职同工的专题演讲的内容我拢共去过180几间的教会讲道我熟悉超400-500个牧师所以我对教界、对教会真了解，所以我有写10篇真重要文章。过来有30篇是伫 COVID-19 的时阵，我伫台北中会做总干事的时阵，我拢有写一个专栏，专针对教会中职的问题，我有写一寡专栏，有30篇，我甲整理起来。迄阵要退休的时阵，想讲我的牧师娘，因为我做总干事8冬的时间，伊就较侪时间伊去学缠绕画。你真侪教会陪伴迄相连的兄弟咧画迄个缠绕画，我有甲经10篇真特别的10篇去整理这本册这本册出版了，阮搬来新竹了无几个月才发现讲我的牧师娘得胰脏癌的末期所以这8个月差不多拢伫病院咧撞来撞去这本册真做一个真水的纪念毋是我咧卖册，这本册一本卖200块，奉献哦新德圣经学院我有出几百本摕伫国教会咧做义卖兄弟姊妹你会当买当去看卖咧伫咱咧我伫咱咧1楼有册有奉献箱，你会当伫遮来为着圣经学院来奉献，多谢。刷家来报告，请正旗长老。牧师，咱教会黄牧师去是咧教会处理迄个合会所以今日请苏牧师来证道，感谢苏牧师的顶礼拜咱已经开刷迄个合会真圆满有决选2023年的收入决选是9978630块支出的决选是9514091块有结余464539转到2024年。嘛有通过今年2024年的预算啦接说是迄个，咱去年就已经有可能大家都有印象啦，咱有一个牧师，咱有请一个客家总会兴旺爱教会伫浙东，牧师赖牧师来讲道，自迄时咱就开始接触，即马所有的大概手续差不多办嘛差不多已经甲迄边教会请辞嘛已经是算公开啦所以我们就在这里也报告一下。那他今年7月1号会来就任，应该是5、6月就会搬家。我们帮他排的计划是6月会搬进来。他有一个小女儿好像是小3，不是。国小3年级，好，那
大家预备心来欢迎这位新来的牧师啦。好，报告大家。煞下来补充报告。第二项本主日第一礼拜后12点半伫7楼召开长执会，请长执参加。第3点，长执会了后，伫604教室召开小会，请长老出席。第6点，2024年台湾领袖高峰会伫高雄教会举行，欢迎正兄弟参加。时间甲报名的方式，请看周报。第7点，文道培育组基后真理的造就课程时间是礼拜六下晡4点半，阁有礼拜日早起的10点40，欢迎兄弟参加。来源祝福提献的信息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今时线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来源。因3届，请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保守引带，甲恁正大家三角地的，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岛散会。